Hello，好開心你嚟到呢度一齊試呢一個簡單嘅冥想，唔使擔心做得啱唔啱，冇壓力。呢個練習純粹俾自己一個空間去放鬆，同埋感受內心嘅溫暖。今日我哋會練習慈悲，即係對自己同其他人都溫柔啲、包容啲。你可以選擇對自己好啲，或者諗一個你關心嘅人，睇下邊個對你嚟講比較容易。之後我哋會慢慢擴展呢一份善意，包括更多嘅人，甚至所有生命。揾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可以喺凳上面、梳化、地氈、cushion 都可以。背脊保持輕輕挺直，唔使逼自己坐得好直，好輕鬆就得。深呼吸一下，唔需要刻意改變呼吸嘅方式，淨係感受自己而家嘅狀態就得啦。不論你而家係開心、好攰、緊張，甚至亂晒龍都好OK，無需要改變任何嘢，就咁俾自己一個空間，咩都唔使做。首先諗一諗，你點解會嚟做呢個冥想？可能係想搵啲時間俾自己靜一靜，可能係想心入面舒服啲，甚至純粹覺得試下都好。無論咩原因，其實最根本都係想自己減少痛苦，活得自在啲，係咪呢？而家諗起一個你關心嘅人，可能係屋企人、朋友、寵物、鄰居，又或者係你自己。你同呢個人都一樣想開心啲、輕鬆啲，唔想受苦，係咪？其實所有人都係咁，喺心入面輕輕念一句祝福語：願我遠離痛苦，或者願你遠離痛苦。如果你覺得用自己習慣嘅說話表達會更舒服，你可以改動呢個說法。唔使急住做啲咩，只要係呢一刻好好感受自己。
然後慢慢再重複呢句祝福語：願我遠離痛苦，或者願你遠離痛苦。如果個腦開始諗其他嘢，唔緊要，發現咗之後，輕輕帶返注意力返嚟，繼續念住呢句說話，冇壓力，冇對錯，輕輕鬆鬆就得啦。再停一停，畀自己一個休息嘅空間，唔需要推開任何感受，所有嘢都係 OK 㗎，就咁靜靜咁坐住喺度，感受當下。而家想象呢份溫暖，好似陽光咁，慢慢擴展開去，照到另一個人，可能係識嘅人，或者一個陌生人都得。喺心入面再次祝福佢，願你遠離痛苦。同樣停一停，畀自己靜一靜，無論而家有咩感受都 OK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淨係感受呢一刻嘅存在。慢慢張開眼睛，聽下四周圍嘅聲音，睇下身邊嘅環境。當你繼續你嘅日常生活嘅時候，記住，其實連輕輕喐一喐下你嘅身體，伸個懶腰，都係一種對自己嘅照顧，因為你嘅身體都想舒服啲。其實我哋生活入面嘅每一個時刻，都可以係一個機會
去練習慈悲，對自己慈悲，對身邊嘅人慈悲。多謝你願意畀自己呢短短幾分鐘嚟靜一靜。呢個練習可以經常練習。希望下次再見。Take care，拜拜。